你好，我係 Eddie。提山坐落不架山優越位置，居高望遠，景觀壯麗，提供低密度專上生活。此住宅項目提供5座別墅、14間洋房及2幢住宅大樓，構建成尊貴豪華住宅區。今次走訪係一間獨立別墅，屬2層設計，實用面積2913平方尺，4房2廳加工人套間隔。單位內配置升降機，可以由車庫直達至睡房層。客飯廳特高樓底設計，配置水晶吊燈，高貴奢華生活品味。全落地玻璃趟門連結私人大花園，旁邊廚房位置以實用方形設計，配木式櫥櫃，加上設計師選用青豔綠色的廚具，令顏色層次豐富及時尚。同時配以寬闊窗戶，增添廚房內採光及空間感。大廳10級而上為寢區，貫徹一室時尚典雅佈局。主人房方正實用，擺放大型睡床後，仍可3邊下床。另外，牆身佈置採暖色調設計，再配以寬闊窗戶，增添採光度，亦加強室內空間感。該洋房頂層天台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